大家好，歡迎嚟到名人讀書會。我自己最近一直諗緊一個好矛盾嘅問題，點解我哋讀咗咁多書，學咗咁多嘢，但係面對新情況嘅時候，仍然會做錯決定？我發現原來問題唔係出喺我哋知唔知得多，而係我哋願唔願意推翻自己。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本由組織心理學家 Adam Grant 寫嘅《逆思維》。我自己睇完之後，真係好似俾人當頭棒喝咁。佢用大量科學研究話俾我哋知，喺呢個急速變化嘅世界，最重要嘅能力唔係學咗幾多，而係肯唔肯重新諗過。呢本書我自己睇完之後，覺得最獨特嘅地方係佢唔係叫我哋盲目地否定自己，而係教我哋點樣建立一套科學嘅重新思考系統。作者 Adam Grant 係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嘅教授，佢嘅研究專注喺組織心理學同工作動機。佢透過數十年嘅實證研究，加上 NASA 企業管理，甚至係醫療失誤嘅真實案例，提出咗一個我好認同嘅核心觀點：我哋嘅身份唔應該係我哋嘅觀點，而係我哋點樣更新觀點。呢句說話我自己反覆咀嚼咗好耐，因為我哋成日話堅持就係勝利，但係 Adam Grant 話俾我哋知，真正嘅智慧係知道幾時應該堅持，幾時應該放手。首先我自己嘅理解係，我哋成日以為學識咗一樣嘢就可以用一世，但係作者用咗一個好生動嘅比喻，知識就好似貨幣一樣，持有太耐就會貶值。點解咁講？因為世界變化太快啦。你諗下，10年前我哋仲用緊 Nokia， 依家全部人都用緊智能手機。如果有間公司嘅管理層仍然堅持手機最重要係內容同通話質素，佢哋依家仲喺度嗎？實早就執笠啦。書入邊有個好震撼嘅案例係關於 BlackBerry 嘅。我自己以前都有用過，打字好快好方便，但係當 iPhone 推出嘅時候， BlackBerry 嘅高層完全睇唔起觸控屏幕，佢哋覺得實體鍵盤先係專業人士嘅選擇。結果呢，幾年之內 BlackBerry 就從市場一哥跌落神壇。呢個故事我自己睇完真係好有感觸，因為佢哋唔係唔夠聰明，佢哋係太過相信自己嘅經驗，唔肯重新思考市場嘅變化。作者仲引用咗研究話俾我哋知，人類有3種思考模式：一、傳教士模式，堅信自己啱，要說服其他人； 2、檢察官模式，揾其他人嘅錯處，證明佢哋錯； 3、政客模式，為咗贏得支持，講啲人哋想聽嘅嘢。但係最有效嘅模式係第4種，科學家模式，即係將自己嘅觀點當成係假設，不斷揾證據去驗證同修正。我自己聽完之後就開始反思，我平時係咪成日用緊傳教士模式，一味想說服其他人我啱，定係我願意用科學家模式，接受自己可能錯？所以對我嚟講，最重要嘅第一步係承認知識會過期，主動去更新佢，唔好等到撞板先至醒覺啦。呢個觀點我自己最初聽到嘅時候係好唔慣嘅，因為同我哋嘅常識完全相反。我哋成日覺得專家應該係無所不知，對自己嘅觀點絕對自信嘅人，啱唔啱？但係 Adam Grant 話俾我哋知，真正嘅專家恰恰相反，佢哋係最願意承認自己知識局限嘅人。書入邊引用咗一個好經典嘅研究，心理學家發現，當一個人喺某個領域有少少認識，佢嘅自信心會去到最高峰。呢個現象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但係當佢真係深入研究落去，去到專家級別嘅時候，佢反而會變得更加謙虛，因為佢知道自己唔知嘅嘢原來仲有咁多。我自己喺香港做嘢嘅時候都有呢個體會，有啲同事做咗2-3年就覺得自己乜都識，成日話呢啲我梗係知啦。但啲真正資深嘅前輩，佢哋反而成日講呢個我都唔太清楚，等我揾多啲資料先。書入邊有個好經典嘅案例，係關於 NASA 嘅火箭設計失誤。1986年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導致7名太空人罹難。後來調查發現，其實有工程師早就警告過 O 型環喺低溫下會失效，但係因為管理層太過自信，覺得自己嘅決定唔會錯，結果就無視咗呢個警告。呢個悲劇我自己每次睇都覺得好心痛，因為如果當時管理層肯承認，我哋可能睇漏咗啲嘢，7條人命就可能保得住。所以 Adam Grant 強調，真正嘅自信唔係對自己嘅觀點堅信不疑，而係有勇氣去改變佢哋。呢句說話我自己寫咗落本記事簿度，提醒自己唔好做個死撐嘅人。我會建議大家，下次當你想話我肯定係啱嘅時候，不如試下問自己，有冇可能我錯咗？有冇新資料係我未睇過？呢種心態真係可以幫你避開好多唔必要嘅錯誤。呢個部分我自己覺得特別有啟發性，因為佢挑戰咗我哋對團隊合作嘅傳統理解。我哋成日覺得一個好嘅團隊應該係意見一致，減少衝突，啱唔啱？但係 Adam Grant 用研究話俾我哋知，團隊入邊意見嘅多樣性其實比一致性更加有利於解決問題。點解？因為當所有人都同意同一個觀點嘅時候，就好容易出現群體思維，即係大家為咗維持和諧，
就算心入邊有懷疑都唔敢講出嚟，結果就集體做錯決定。書入邊有個好精彩嘅對比案例，有間科技公司推出創新項目，佢哋一開始組成咗一個全明星團隊，全部都係經驗豐富、思維相似嘅人。結果呢個項目雖然進展好順利，但係最後推出市場嘅時候失敗收場，因為佢哋完全估錯咗用戶需求。之後呢間公司學乖咗，佢哋刻意組成一個多元化嘅團隊，入邊有年輕人、有資深員工、有技術背景、有市場背景。開會嘅時候成日有爭論，甚至會拍台。但係呢一次個項目最後大獲成功，因為佢哋從唔同角度睇到問題，避開咗好多盲點。所以作者強調，辯論嘅目的唔係為咗贏得勝利，而係為咗接近真理。呢句說話我自己好認同，不過我都明白喺現實入邊要做到呢樣嘢真係好難，因為好多時候喺決策過程中，如果有職位階層，呢個好大程度取決於領導層嘅意願。我哋只能喺團隊協作過程中盡量去思辨，並且提出啲領導層覺得有價值嘅不同意見同資料。我自己嘅做法係，當我想提出唔同意見嘅時候，我會先做好資料穩證，然後用我可能睇漏咗啲嘢，但係我睇到啲數據顯示呢一種方式去表達，而唔係直接話你哋錯晒。呢樣係我從呢本書學到嘅實用技巧。講咗咁多理論，我自己最關心嘅係具體應該點做。Adam Grant 喺書入邊提供咗好幾個我覺得好實用嘅方法，我自己試過之後真係有效。方法一，設立知識保鮮期。作者建議我哋要定期檢視自己嘅觀點同知識，佢自己每年會揀幾個自己深信不疑嘅觀點，然後主動去揾反對嘅證據。方法二，揾啲會挑戰你嘅人。書入邊有個好有趣嘅建議，就係刻意同唔同你諗嘅人傾偈，唔係為咗說服佢，而係為咗理解佢嘅邏輯。作者仲引用咗一個研究，話俾我哋知，最好嘅學習夥伴唔係永遠同意你嘅人，而係批判性朋友，即係會真誠地指出你盲點嘅人。方法三，建立學習團體而唔係證實團體。呢個方法我覺得特別適合職場，好多公司開會嘅時候，大家都係喺度證實老闆嘅諗法啱，而唔係真心去揾最好嘅方案。Adam Grant 建議我哋應該喺團隊入邊建立一種文化，就係我哋喺度一齊揾答案，而唔係我要證明自己啱。方法四，將我錯咗變成口頭禪，呢個係我自己覺得最難做到，但係最有用嘅一招。作者話我哋要主動承認錯誤，而且要具體地講返自己錯喺邊。呢樣唔單止唔會令你顯得軟弱，反而會令人覺得你有勇氣同智慧。我自己試過喺一次會議後，主動同同事講，上次我堅持嗰個方案，其實我依家覺得係錯嘅。多謝你哋當時嘅提醒，我應該早啲聽。講完之後，我發現同事對我嘅尊重反而提高咗，因為佢哋覺得我係一個肯學習嘅人。所以作者講嘅呢句說話，我好認同。一個好嘅學習者唔係知道所有答案，而係知道點樣去揾答案。呢個部分我深入講下，因為呢個係我自己讀完書之後仍然好困擾嘅問題。作者強調重新思考嘅重要性。但係我就諗，如果喺一個競爭激烈嘅行業中，快速決策好重要，不斷重新思考會唔會導致錯失機會？我自己嘅睇法係呢個唔係非黑即白嘅選擇，而係要識得分輕重。書入邊其實都有提到史蒂夫·喬布斯嘅轉變呢個案例，我自己睇完好有啟發。喬布斯早期好堅持自己嘅觀點，甚至因為太過固執而俾蘋果公司踢走。但係當佢回歸蘋果之後，佢學識咗一樣嘢，喺核心理念上堅持，但喺執行細節上靈活。我自己嘅做法係小步試錯，減少試錯成本，喺小步前進中逐漸調整方向。另外，我覺得重新思考唔代表朝令夕改。作者喺書入邊都提到，我哋要定期安排重新思考嘅時間，而唔係隨時隨地都推翻自己。我自己睇書嘅時候仲有個問題，作者強調重新思考嘅重要性，但係某啲傳統領域，例如手工藝行業，堅持固有技藝係咪都有佢嘅價值？點樣喺傳承同重新思考之間揾到平衡？我嘅諗法係凡事唔能夠一刀切。手工藝行業嘅固有技藝的確有非常高嘅價值，我哋國家嘅非遺項目就係為咗保護呢啲傳統文化。但係我覺得重新思考唔係叫你放棄傳統，而係思考點樣令傳統更有生命力。例如，我哋要傳承嘅係手工藝嘅精髓、核心同文化，但係喺呢個基礎上，我哋可以結合現代手段去優化或者提高效率，或者通過唔同嘅途徑去提高傳承嘅傳播性同能見度。好似宮廷刺繡咁，傳統技法要保留，但係可以用現代設計元素去創作新作品，或者用社交媒體去推廣，等更多年輕人認識。呢個就係傳承同創新嘅平衡。所以我覺得作者講嘅重新思考核心精神係唔好因為一向都係咁做就拒絕思考有冇更好嘅方法。
最後一個我想講嘅問題係，依家我哋每日喺自媒體上面接收到咁多資訊，點樣判斷邊啲資訊值得我哋重新思考，邊啲可以忽略？我自己嘅做法係用相關性同影響力嚟篩選。首先，如果你接觸到嘅係同自己有關嘅資訊，例如關於你嘅職業、人生定位等等重大資訊，或者你想做出重大改變嘅時候，你就一定要認真對待。我認為做重大決策之前，最好實行3個臭皮匠抵過一個諸葛亮嘅原則，海納百川，收集唔同意見，但係一定要基於真實權威嘅數據，睇清呢個資訊嘅邏輯，然後自己重新思考。其次，如果係同自己無關嘅資訊，例如某個明星嘅八卦、某個遙遠地方發生嘅小事，咁就可以忽略啦。另外，我都會刻意避開演算法推薦嘅陷阱，因為演算法成日推薦啲你原本就同意嘅內容俾你，呢個就會強化你嘅既有觀點，令你陷入回音室效應。所以我會主動去揾一啲唔同立場嘅資訊源，確保自己接觸到多元嘅觀點。總括而言，呢本逆思維教識我最重要嘅3樣嘢：第一，知識會過期，我哋要定期更新，唔好以為學識咗就一勞永逸。第二，真正嘅專家係最肯認衰嘅人，承認局限唔係軟弱，而係智慧。第三，意見唔同係資產，唔係負累。我哋要主動揾人挑戰自己嘅觀點。但係我自己覺得更加深刻嘅係，呢本書其實係叫我哋重新定義自信。以前我覺得自信就係對自己嘅觀點堅信不疑，但係依家我明白，真正嘅自信係有勇氣去改變自己嘅觀點。當我唔再將我嘅觀點等同於我嘅身份嘅時候，我就唔會覺得承認錯誤係一種羞恥，反而係一種成長。Adam Grant 講嘅呢句說話，我自己會記一世。當我哋停止學習，我哋就開始變老，唔管係20歲定80歲。我自己聽完之後，由今日開始會做3件事：第一，每3個月做一次知識審計，檢視自己嘅核心假設；第二，刻意揾啲會挑戰我嘅人交流，建立我嘅批判性朋友圈；第三，將我可能錯咗變成口頭禪，主動承認錯誤，保持開放心態。因為喺呢個快速變化嘅世界，最成功嘅人唔係知得最多嘅人，而係最善於重新思考嘅人。如果大家鍾意今日嘅分享，希望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留言話我知你有啲咩書想睇，或者你試過點樣重新思考一個困擾你好耐嘅問題，等我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精彩好書。我哋下次再見，拜拜。